我就離開咗台灣3日啦，咁嗰啲雷射槍嘅攻擊咧就開始結焦啦，咁就顯得咧嗰個傷口更加明顯，俾大家睇一睇。咁咧呢一邊咧就係我瞓床喺淡水北頭咪淡水台北青年旅館咁上下，我陣間俾大家詳細睇一睇。咁咧就係201號房 C 床啊，咁就對面咧就應該係可能係 可能係 A 床，唔肯定。咁咧呢邊係右手就向出嘅，咁咧呢邊係左手。咁見到咧左手咧係下低呢啲咧可能係蚊眼，上高咧就係完全冇事嘅，因為佢呢個手咧呢隻手係向入啊嚇。咁呢個係啦，好嚴重啊！